个销售任务的销售任务以及预算分解之前呢，将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。我们既然来到这里了，给大家说一点。我们整合国际的资源、国内的资源、医疗资源、健康资源、养老资源，一起来做寿险，保证老人们的身体健康。长寿百岁！把握保险，万象好，万象保险保万家。谢谢大家。